Hello， 你哋好。星期日你哋去咗邊度玩呢？嗰一日呢度天氣非常之好，我好隨意冇計劃咁樣出咗去散步，見到好多人同朋友、屋企人一齊去飲嘢、游水、曬太陽、跳水，每個人都好享受呢個生活。冇錯，歐洲好強調享受生活呢4個字。我就一直沿住河邊行到一間國家嘅博物館。呢間博物館就係位於蘇黎世火車站嘅附近，外形好似一座堡壘咁。其實我每一次都好想入去，但係次次總有理由錯過咗。我今日一定要入去望下。入到去，職員同我講，今年係1年1度嘅全日免費入場日。耶！我可以入去睇嘢啦。入面介紹咗瑞士由15世紀到21世紀嘅歷史，裏面有一張好大嘅手工編織掛氈，呢一幅係嘅歷史紀念氈，正正係記錄緊法國嘅國王路易14同埋蘇黎世市長雅瑟喺巴黎聖母院宣誓結盟嘅一幕。再 close up 俾你哋睇，呢個就係法國國王路易14啦。佢有個綽號叫做太陽王。再睇下呢一幅畫，非常感人。佢講緊當年瑞士好窮，好多家庭要面臨分離，出去北美、南美工作。呢一幅畫就表達咗送別嘅情景。呢度仲展示咗世界各地著名攝影師嘅作品，我仲揾到一幅由香港攝影師影嘅相添。如果你哋對歷史冇興趣，其實入嚟欣賞下裏面嘅建築設計、優雅嘅藝術氣氛都值得㗎。仲可以睇到以前房間連天花板都有精緻嘅畫作。呢度唔單止淨係講歷史，仲將高科技同埋歷史好完美咁融合喺埋一齊。最窩心嘅係臨走嘅時候，個職員仲記得我，仲送咗2個博物館代幣俾我作為紀念。總結返今日，有時個人放鬆啲，唔諗咁多，隨心啲，原來得出嚟嘅結果反而更好，更加意想不到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你哋鍾意呢條片，記住 subscribe 同埋 like，下次見。